来一个人、几个人，敢有这个困难，今嘛全世界都在瞩目。用什么？不是用刀枪来改变世界，用什么？祷告，用一首歌。哪一首歌？ Sing Hallelujah。咱要唱咱华语，咱的话叫做唱哈利路亚，俄罗斯。所以，刚好咱请咱起立，来甲咱互相来请安讲哈利路亚，俄罗斯，哈利路亚，俄罗斯，来哈利路亚，俄罗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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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热起来啊！哈，哈利路亚艺术，请不要变成口头禅啊！哈利路亚艺术，请咱斟酌来听，应该真侪人拢知哦。哈利路亚艺术就是安那？哦，来啊，来俄罗斯，俄罗斯的啥物？伊是大官人的，伊是安那信息，伊是主爱，伊是安那，伊是听来有办法的，伊是安那，伊是赦免人罪。 哇！伊是公义的主，伊是永远甲咱伫地的主啊！哈，所以咱就来唱这首歌。你若唔知影这个歌哈利路亚啥物意思，等一下你你回去了后看第6页，这本加油亮光，我们就讲了这个哈利路亚这件事情，唱哈利路亚哈，来唱哦，来唱哈利路亚，互咱心会较开阔，心情会较好。 搁靠开啦！来，唱哈利路亚，俄罗斯，唱哈利路亚，俄罗斯，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俄罗斯。 唱哈利路亚，俄罗斯。唱哈利路亚，俄罗斯。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俄罗斯。过来。唱。 头一遍唱这首歌是伫个10几年前，咱会记得88岁灾袂？我去救灾的时阵，迄个所在拢无电，无电要安怎敬拜上帝？有足侪人的厝拢起互冲去。原住民的教会，因无停止，因的厝拢无去，因拢互水冲去，所以因搬来山骹。因咧路边，哭一排，坐老人就坐。 无音乐，因为无电，就唱这首歌，嘛无 PPT， 唱哈利路亚，俄罗斯。伫个困难中间、死实中间，有一个家庭，剩伊一个人，伊犹原唱这首歌，有困难。敢好咱来清唱一遍，拢无电了，咱来唱这首歌，唱哈利路亚，俄罗斯。来，请1、2、3。 唱哈利路亚，俄罗斯。唱哈利路亚，俄罗斯。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俄罗斯。咱搁一遍甲主呼求来。 唱哈利路亚，俄罗斯。
哈利路亚，俄勒主。求哈利路亚，求哈利路亚，求哈利路亚，俄勒主。哇，这首歌在香港6月时阵，持续不断10几个小时。当然嘛，要来学了咱的主，咱三角来领受上帝应允的话，上帝话内面安尼讲，请恁着学了耶和华，着伫上帝的圣所学了伊，着伫伊关联的中间学了伊。既然有喘气的，拢着学了耶和华，恁着学了耶和华。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对，咱就爱来甲主面前学了主以外，咱上重要学了主是有下罪是温的主，互人知影伊是上帝。咱若有罪，咱若是无到耶的所在，伫主的面前，伊要赦免咱的罪。咱来学了这位主，咱开嘴来祈祷学了1、2、3，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阮的生命开心。主啊，阮感谢你，互阮知影，主你听阮，主啊，你就是听，主啊，你下每一日来当互阮伫一个有关的做，然后求主你办教育一定，主你搁较这世间，你互阮有真好处理的人，你嘛互阮伫这个世间有万米，通好来享受，来创造，甲主你来同工，来行做正经的计划。主，阮感谢你，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阮就是要来学了。主，你是主爱，你是信心，你是大权能的主。阮感谢你，你搁较有赦罪之恩。主，阮感谢你，阮有原谅软者，阮叫是阮家己外交，阮靠阮家己，主你拢免管。主啊，阮知阮得罪了你，阮需要你。阮面对人生真有限，阮就知，阮是人，阮毋是上帝。感谢你，搁一遍，互阮有新的机会，互阮重新搁再来。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要来为国家城市来祈祷，就亲像英安牧师拄仔讲的，香港，但因即马知影袂赴啊，总是今仔日咱伫台湾，咱来为咱的台湾这个土地，特别是台湾这个土地会当有真侪人通好得到福音来祈祷，请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请。所以你着甲因讲，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恁着活转来找我。万军的耶和华讲，我也要拿活来找伊。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人啊，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耶和华爱你什么？多多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行。咱就开嘴来为着咱的城市国家来祈祷，1、2、3，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你爱台湾这个福尔摩沙，主啊，你国家爱你一家的人民，主啊，你的拯救的计划，主啊，你把我这位理解，主你的名册建，主你的名字这个所在，主我恳求你，你的信息来保守阮，互阮好当真正来传扬主的福音，互人无离罪恶中，互人会当起来，会当来为着这个土地来祈祷，主啊，阮恳求你来帮助阮，主啊，你真正将管家，你要做决定的时阵，主啊，你真知影人有害，真知影需要来我靠这个主，主阮恳求你亲自来带领，主阮感谢你，你是万王的王，你是万主的主，阮感谢你，伫这个土地，主你本来伫150几年前，你就定义要听这个土地，这个福尔摩沙。主，阮感谢你，你要互这个土地全民全国拢要来敬畏你。主，恳求你，互这个土地真正真多主你的国降临的所在。主，愿这个土地所做决定，下主你心意，会当因光主你的名。恳求主你亲身来带领，我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咱要来为着有需要的人来祈祷，因为这是上帝应允，讲咱就爱来到伊的面前。咱来领受上帝应允，请所罗门当以色列会众的面前，徛伫耶和华的坛前，也起手向天讲：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伫天顶伫地下，无有上帝亲像你守约行仁爱，伫你遐的奴仆，就是信心行伫你的面前的。所以，既若对伊就近上帝的人，伊会救因到完全，因为伊长活来替恁祈求。请咱有需要的，有下骹遮的需要，甚至你有你袂当讲出嘴的，但是你需要有人来替你祈祷，请你起立。你若咧坐中，会使来甲两边走道。咱的牧者也是穿紫色的，有即个长老有中级，伊会当来为你来祈祷。请咱有需要，请起立。咱斗阵做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阮感谢你啊，真侪阮的帮助。主，阮感谢你，主你大管灵，主你就是彰显，主你是疼人，主你毋是干那第一人的需要，你更较第一人伫一个应生活，一个拯救。主，阮要恳求你来伫阮的中间。行神迹奇事，因为主啊，你是大权能的主，主阮感谢你，主啊，你互阮伫基督中间，主啊，阮搁较知影，主你是上帝，主啊，伫基督的中间，主阮体会到主你，主啊，阮毋是阮嘴里咧讲啥物，是主你圣神伫阮的中间，主阮恳求你，即时你听阮的祈祷，即时你行你的大权能伫阮中间，因为主这是你的应允。因为你应允，只要来到你的面前求的，主你就听见阮的祈祷。主，阮恳求你亲身带领。主，阮感谢你，你是大权能的主，你有医治，主你有恩赐，主你会当互人甲你来和好，甲人来和好。主你有气力，互软正的变有气力，互散香的都变有富裕。主你互人伫迷失当中有一条路来引带，你互人知影需要主，伫人有限的人生中间，互阮有生命的意义。阮知影阮为虾米来活，阮知影主你教阮伫地。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嘛要为着主日，等一个咱的敬拜要来祈祷，请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请。愿主，阮的上帝的力量定伫恁的顶面，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搁紧若用话败坏的听来听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愿稳定甲亲近人三甲伫地。咱要来为着咱个人的灵命的成长，咱为着青年牧区，为着夏令营已经结束的夏令营，毋是结束，是一个后续这个种子，咱要安怎来陪伴，或者囡仔嘛会当得到福音互因生命有一个方向。咱嘛为着基督教关怀协会来祈祷，为总干事为这协会的志工嘛为着理事长这个龚建成牧师夫妇甲实习生因伫这短宣中间求主来保守，咱三甲来为着这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是阮的主。主，阮恳求你，正做阮的气力甲帮助，特别等一个主你的中间。主，恳求你开阮的心门，对阮来讲话，互阮甲主你的听来三度。主，阮感谢你。请咱起立，咱要用主祷文来做最后的祈祷。才有咱会当看这会当斗阵来祈祷，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
亲像阮也有下面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伫伫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恁着学乐耶和华，着唱新的歌来学乐耶和华，伫上个百姓的中间来学乐伊。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吓。风险这呢大，何时才会停煞？想要赶紧来靠岸，要往倒位行？主将听着耶稣的
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你心肝，毋甘放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主讲，咱若亲近伊，伊就要来亲近咱。求主来帮助咱，互咱日常生活中间见证着主的大权能。若是我头看，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惊。风影这呢大，何时才会平山？想要赶紧来靠岸，要往倒位行？自从听着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你心肝，毋甘放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自从听着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伊心肝，毋甘放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自从听着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向伊行。耶稣听我听你心肝，毋甘放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天色虽然黑，星星犹原伫遐闪烁。暗暝虽然孤单，时间若到，天总是会光。远山虽然飞翔，若有星星就头爬到山顶。路途虽然遥远，若有疼心就头行到天的迄边。啥人会当跋过所有艰难在的？啥人会当看
上帝的心看希望，你着打开心内的窗，予你的眼光看见美梦。天色虽然黑暗，星星犹原伫遐闪烁。暗暝虽然孤单，时间若到，天总是会光。关山虽然危险，若有信心就通爬到山顶。路途虽然遥远，若有疼惜就到行到天的迄边。啥人会当搬过所有艰难在的？啥人会当看见美梦在飞？上帝的心看见美梦，你着打开心内的窗，予你的眼光看见美梦。啥人会当？啥人会当搬过所有艰难在的？啥人会当看见美梦在飞？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着打开心内的窗，予你的眼光看见美梦。啥人会当搬过所有艰难在的？啥人会当看见美梦在飞？上帝的心看见美梦，你着打开心内的窗，予你的眼光看见美梦。现在主要说你来到世间，来敲吹失丧的人。主你讲，今仔劳苦重担，会通就近你，你就要互阮得到平安。甚至阮的信心嘛是你所想事，透过信心，互阮会通看见未来，看见永远的毋望。你将福音的种子放伫阮的心内。透过阮三甲敬拜组织，你的话透过祈祷，或者信心的种子会当拿来拿大长，互阮会通看见你伫阮的生命中间，你改变阮人生的命运，也使用阮成做有影响力的人，去影响阮四周的人，会通同得主你所要赏赐互阮的福气。今仔日阮三甲组织学乐敬拜，阮的恳求祈祷，愿主你来听；阮的毋望，愿主你来成就。阮伫你的面前，三甲组织学乐敬拜，愿你的宝座就设立，互阮囡仔找求你的就得到，拍门的就为因开门。互你的话刻条伫阮的心内，常常警醒，常常来帮助阮行伫主你稳定的道路。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共同来吟圣诗学老上帝，圣诗第15首，万物光明极美丽，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世，上帝创造这万类，充满奇妙智慧，春天小落的太阳，秋天所吹凉风。同心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主宰，阮伫天的阿爸爸，主，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的上帝。你统管万物，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阿罗你。我要来向你唱新歌，阿罗你的名。我要来日日传播你的救恩。我要伫列班中来讲起你的眼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要讲起你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耶和华你是伫众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主，你是阮的光，是阮的拯救，是阮生命的保障。当阮拄着苦难的时阵，阮相信你有缘甲阮伫地伫身边保护阮、看顾阮，互阮免受一切无应该有的灾害。主，因为你听阮，甲阮同在。有你的同在，阮就拢无惊一罪。有主你的同在，就是伫天堂。阮愿意踮伫主你的内面，来受你的保护，来享受真正你要所享受阮的平安甲喜乐。主啊，阮的罪孽实在是真沉重。阮常常得罪上帝，也得罪人。但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伫十字架的头前，阮要来认罪悔改，求主你赦免阮拢总的罪，洗清去阮的罪。互阮有一个重新的机会，有一个无共款的人生，恳求你来接纳阮每一个人，无弃杀阮，互阮倚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通受原谅，来重新建立阮甲上帝、阮甲别人拢有和谐美好的关系，来得到上帝你大大的祝福。主你讲，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通到我这个所在来，要互阮得到安息。主啊，当阮要接受你的邀请，阮相信你的大权能会通来背阮的重担。阮相信你的大权能的气力，通互阮来倚靠，互阮通得到安息。求主你赏赐阮信心，求主你甲阮每一个人三脚同行，互阮搁较来亲近你。主，当阮要为着一寡伫受难中阮的肢体来祈祷，有侪侪肢体检查因经济困难、事业无顺。心灵受压迫，身体有病痛，甚至亲子婚姻的关系受到最这个颠簸。但愿恳求主你来保守因逐人的信心，
相信上帝你是掌管环境的主，互因伫逆境的中间，犹原会通凡事来感谢，求主帮助因落入这个苦难的中间，犹原会通学习忍耐的功课，互因的生命透过这个苦难，经历到上帝你是要伫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认捌苦难的背后，的确要有上帝大大的事吼。但愿恳求圣神，你也感动阮迦南教会每一位正信徒，愿同心合意，伫你的面前通来迫切祈祷。互迦南教会是一个注重祈祷的教会，面对传福音事工种种的挑战，互阮会通用祈祷来摇动上帝你的手，互你的人民甲稳定临到这个世代，互阮祈祷的火无拍熄，互迦南教会成做一个祈祷的殿院。主当晚这时也要为着这个拜六青年牧区定期会以及夏令营的小朋友所接因要甲教会再做这连接来祈祷。我们要恳求主你保守坚固正当讲每一个服侍，求上帝你小事稳定甲智慧，互因伫上帝你的厅内面彼此同心合意来服侍，祈祷来经历上帝的同在，或者青年照着因的手甲因所做的工。不但无亚线，佫会通重新这个开力，互因手所做的，拢会通成做这青年小朋友的祝福，成做你目睭中的荣耀。祝阮当也要为着设立伫民生病院，阮所第一关心桃市基督教关怀协会来代祷，为着各总干事以及在在病厅中的志工，因的身心灵健康出入平安，也为着理事长郭牧师因夫妇要到。新学生要到伫菲律宾，这服侍第选出入，拢得到平安来祈祷。但愿愿主你赏赐祈祷敬拜俄罗的灵运行伫阮这礼拜中间，互阮每一边的聚会，拢充满着上帝你的荣耀的同在，帮助阮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愿同心献上阮的祈祷，求你耳耳康，目睭看，听阮众人对你的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有主的名，仰望基督。请坐。这时咱要来交托启文，启文26，诗篇111篇。圣诗后面启文26，诗篇111篇。要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住这个大会中，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上主行奇事，互人纪念，伊赐美牛，互敬畏伊的人。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伊的手所做的信实公平，永远袂改变。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定永远的约。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做声，上主应该受称赞。这是咱要请圣乐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是你徛起的所在，你徛起的所在。
咱要做伙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1章第1节到11节。无共款的版本页数，请咱来看银幕。尼希米记第1章第1节到11节。跟着我来读。哈加利亚的囝尼希米的记录。当20年基数6月，我伫苏珊的王宫。迄时，我的兄弟一人名叫哈拿尼，甲几若个犹太人来。我对因问到遐个逃脱的犹太人，就是狩猎的中间所存的甲耶路撒冷的事情。因甲我讲，遐个狩猎的。倒来所存留地的人，伫省内拄着大患难，受凌辱，搁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互火烧落去。第4节，我听见这个话，就坐伫梯口，悲哀的几若日，紧接祈祷伫天顶的上帝的面前讲：天顶的上帝耶和华。至大通敬畏的上帝啊，守约行仁爱，直听伊尊叹伊的改名的，我当求你，愿你耳孔听，目睭看，听你的奴仆，即碟日暝为你的奴仆以色列人来祈祷，伫你面前的祈祷，任以色列人的罪，就是阮所得罪你的。我甲我的老爸的家拢有罪。阮对你所行的真在腐败，无遵守你托你的奴仆摩西所命令的诫命、律例、法度。第8节，求你记得你所命令你的奴仆摩西的话讲：恁若犯罪，我就要四散恁伫列国中。总是恁若归伫我，守我的诫命来行伊，就恁受赶逐的人，虽然伫天边。我也要对遐自一因，带因到我所敬要安置我的名的所在。但这个拢是你的奴仆，你的百姓，就是你用你的大气力、甲大甘霖的手所救赎的。11节，主啊，求你按耳孔听你的奴仆的祈祷，甲遐个意爱欢喜敬畏你的名遐个奴仆的祈祷。我求你，互你的奴仆今仔日行通，伫即人的面前得到稳定。迄时，我做王的首长。以上，下面咱要请本堂的老演的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对政治看见未来，对政治看见未来。有牧师甲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上帝，互咱聚集伫伊的面前，咱要来学习。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包括植物、植物、甲咱、你、甲我，咱用真侪物件来形容什么是经济，甚至拄则有牧师嘛有祈祷着，信心嘛是一个经济，福音嘛是一个经济，啊，搁一个就是什么嘛是经济，就是你的梦想，你为什么来活嘞？上帝放下每一个人的心，放伫生命中间，都有一个神圣的使命，也就是每个人生命中间拢会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有人讲这叫做空虚吧？空虚吗？是因为主按照每一个人拢无共款的样式，和你无共款，为着你量身定做的使命任务，你要去完成。我们领受了吗？咱领受这个梦想吗？这个经济吗？今仔日主要透过尼希米，互咱来看见，咱每一个人心中上系放下迄种的使命，迄种经济，咱是毋是会当活出咱人生的意义？咱三个来祈祷。
主，阮感谢你，你创造阮，搁较重要是你毋是干那创造阮尔。主，你一生一世来看成，来陪伴阮，不管阮即时伫什么所在，主，你拢听阮到底。感谢你今仔日透过尼希米记，尼希米这个人，这个真实活伫这世间，这个历史中间，这个人，主，你要来教导阮，互阮真知影，主，你伫阮心中，你伫阮生命中，放下迄个，阮要为这个来活。主，你已经备办教育的稳定，互阮会当靠主你活出每一天的精彩。活出阮一生中迄个上重要的，就是主，阮要甲你面对面时阵，阮要高效的。主，你应阮讲，这嘛是真理，就是人人拢有一边死，阮死了后，阮要有审判。阮甲你当头对面，我们跟你面对面的时候，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主，我们要交什么账呢？不管我们什么年龄，此时此刻此地，今天，主恳求你，让我们心中那个种子再次被你点亮。我们朝着这个目标，我们往前奔跑，每天过得胜的生活。求神启示我们，求上帝你启示阮嘛，互阮有气力，阮才安尼行，真做阮一世人。愿望甲快乐，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讲到经济，咱要看这是什么经济？有人敢知？简中义长老不能回答，顺正长老不能回答。昨天有礼拜的人不能回答，敢有人知？请举手。对，较大声的，什么？哈？莲藕哦，哦，最近食什么？这爱4、5，这爱5到7年才开花结果哦。榴莲，哦，嘛是同款补的物件，真补，总是什么台湾足出名的。哎呀，有人讲什么甩子，哎呀，有人昨青年讲牧师，我们荧幕是不是坏掉？这有色差。歹势，这不是色差，这是还未熟，不是色差，实在是应该是安那，熟就变成安尼啊，吼！咱是不是伫个种种子了后，拄只迄种子种落地了后，第1年讲安那还未大汉，第2年安那拢无看到影，第3年无爱插伊啊啦。其实伊爱几年？5到7年啊！咱伫个等待的时阵。按时结果子，每一人生命结的果子无共款。伫迦南教会嘛共款，今年2019年，咱的意向是啥物？做主温度多果子。每一人果子无共，教会嘛无共，总是咱有合一的，就是咱来传福音，互人无沉沦，互人唔好到人生上尾的时阵，唔知要去倒位，足惊吓。我歹死，总是你无这个自由。每一个人拢同款，所以咱是毋是有合一的多结果子？咱会当安那来结果子呢？咱也是尽心用心来结果子吗？咱可能错过了，咱已经过去足侪拢失败啊！我袂赴啊，袂赴。这是非洲因的国家，因嘛做毋到代志。啥物代志？因甲所有的，你看几丛树啊，足少的。实在非洲应该爱有足侪啥物树啊，总是安那变足少，拢去用安那错掉买去。当因即马知影苦啊、害啊，走了个高，会赴袂？会赴。因求上帝主啊，互阮有气力来压经济，要安那压，实在是无够，也无。要靠大自然，啊，佫无够，啊，要安那因就举办一个青年去压经济，安那压弹弓，甲经济拢放喺弹弓，看谁会当射最远、射最多，用安尼。总是咱的主啊呐，咱的主咧压经济，实在毋免你替伊想办法啦，伊总是有办法。咱来看创造咱的主，伊安那来压经济。花枯死时，它的甲
就逐渐成熟，预备播种。整个夏季，成熟的荚都暴露在高温下。一星期一星期的过去，这些荚变得越来越干，并且内壁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就是大自然中最具爆炸性的序曲之一。注意看哦。苏格兰金雀花的荚能够将它的种子发射到50英尺以外。微小的种子就这样的进入这广大又充满危险的世界。当它的黄花，好，谢谢。所以咱的主就奇妙，请问种子跟子弹有就行了吗？小小的，对不对？请问种子跟子弹谁的速度快？子弹的举手。我生化没？哇，有科学的精神吗？我说妈哦，情况下，好，子弹快的不，种子快的举手。不讲错，我讲什么？种子。好，情况下，种子跟子弹一样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非常的奇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是发射子弹还是发射种子？你所说出去的话，你做的决定，请问是子弹还是种子？都是小小的吧？你都分不出来吧？就像刚才那个芒果在你的面前，如果你给它吃下去，就吃了一个什么种？过敏的种子，对不对？就怎样？如果我们生命中我们种下的那个祸因、那个种子，现在才在哀怨，哎呦，今嘛我哪安尼啦，我哪安尼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我要想一想。我现在讲出去的话是子弹，那毁灭性的一样快，一样快。但是是毁灭性，还是我今天讲出去，我决定的是种子在你的心里，在这个人当中，它是可以成长，是使人被造就，是安慰、造就、劝勉的呢？我们的神知道我们，所以我们要来认识这一位上帝，按照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我们来祷告，然后我们可以等待按时结果时。生有死，死有时。有人讲啊，紧讲台语，我跟你讲华语啊。对，万物拢有时，咱就来祈祷，来知上帝结果子的时是啥物。当咱咧，亲像拄啊芒果，第一年像咱咧感觉足痛苦、足艰苦的，第二年搁较艰苦，第三年爱5到7年哦。伫咧即个中间，咱是有气力，会当有勇气。咱要来甲李希米来学习，伊是一个安怎的人？上帝来用伊，伊所经历的代志会当真侪咱的气力甲帮助。李希米这个人，伊对细汉无伫家己的国家生这个大汉，因为若按照安尼来算起来，伊迄阵出世的时阵，已经伊的祖先、伊的爸爸妈妈应该已经互掠去啊那巴比伦迄个所在。所以，伊会使讲是被殖民，应该讲已经灭国、被殖民、被掳回、被掳的第几代了？第2代了。所以，甚至毋捌看过家姓城耶路撒冷的城，伊是对伊的家庭、以色列因安那来教育因的囝儿。所以，伊真知影，因有一个应允，啥物阿伯拉罕的应允，上帝应允一定会来应验。所以，伊就是受到安尼的装备。虽然伊伫别人的国家生活，无家己的国家，总是伊知影，伫迄个世代，亚伯拉罕得到这个上帝应允。虽然应允伊去到这个应许之地，总是因为饥荒约瑟，所以因去用带去埃及，
去互埃及400多年久的中间，互人做奴隶来来苦毒主来兴起摩西带因出埃及，来到旷野的所在，甚至上尾进入到迦南地，兴起一个国王，叫做大卫国王。这个王国一时真兴旺，因为因伫上帝的这个应允内面、诫命内面活出迄个丰盛。总是伊尾大卫的囝叫做啥物名？所罗门尾伊嘛是有起好圣殿，然后咧，伊无去了所罗门死了之后，伊的囝伊的这个大臣互这个国家分裂做南国跟北国，因无个无甲敬拜上帝，离上帝远远，北国就亚述国把他们灭掉，南国巴比伦甲伊灭掉，哇！真艰苦，无国家的人真艰苦，真艰苦。总是迄个时阵，有一个先知，或做啥物耶利米讲，得到应允讲，咱互掠去70年，咱若悔改，主要互咱，搁转去咱的国家70年，请咱忍耐70年，咱无国家的时间70年，总是时间到，上帝会互咱搁转去，尾也有应验无？有。这个巴比伦真紧就去用咔嚓，啥物来做波斯？波斯因就讲，哎呀，甲这个以色列人阿妈棍甲掟掉的安尼因一日干咧抗争啦，无怀柔政策啦，互因转去啦，转去啦，转去耶路撒冷去建圣殿。所以第一批转去所罗巴伯，伊差不多54000-49000几人，互因转去了起圣殿。去圣殿的中啊，拄着真侪困难。这中间，波斯王内面有一个咱正经在读的，啥物货？以斯帖，都经历这个波斯其中一个国王，伊嘛是因就是以斯帖要来做啥物皇后。所以按照历史来看，这个咱今日读的这个经文，或者啥物尼希米。伊有可能是因为啥物人的关系，伊会使去王宫做工课。有可能是以斯帖迄个时代开始甲因引进到皇宫。无你想嘛，你甲我无共款国，你用一个以色列人伫王的身躯边，毋是干那倒酒尔呢？倒酒了后爱向心啉，气对啦，酒政嘛，今仔经文有讲倒了迄酒政遮好康先啉，毋是遮好康。人也有人要毒死王，啥物人先死？酒政嘛，所以这真重要的那会当用以色列人，就有可能有记载讲，有可能是因为以斯帖以斯帖你第二遍登去这个圣地的，就是因宗教这个改革以斯拉以斯拉过来就是咱今日读的尼希米是因为伊听到一个消息，今仔日经文第1节甲第4节伊听到一个伊的兄弟转来讲，哎哟可怜哦，圣殿起好总是迄城拢迄个墙壁圣城的墙壁拢无法度起好就去用拆，所以因一日到暗拢有枪火来甲因攻击，是因可以袂好势。咱想看觅就知，圣城耶路撒冷的城，咱若去过就知，伊易守难攻，所以因迄阵国际性就感觉讲，这个以色列民族，因若互因转去，搁甲圣城搁起好，迄个围墙嘛搁起好，打就害因安尼就足变足强的，所以哪有可能互因的迄个墙会当起好？所以只要有人要去，因就是破坏，起后就破坏。所以尼希米就真艰苦，讲今仔经文讲真艰苦，是安那拄着这个代志？咱若拄则听阁无清楚，无要紧，咱有一个影片3分外钟尔，会当甲拄则应验无所讲的。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以色列的被掳与归回时期。以色列王国时期到了第4任国王，国家分裂为北边的以色列国跟南边的犹大国。北边的以色列国经历了210年被亚述国所灭，
南边的犹大国经历了344年被巴比伦国所灭。犹大国亡国之后，大批的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只留下老弱伤残。这个时期有3位重要的先知：耶利米跟留在耶路撒冷的渔民在一起；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在被掳之民中守望信仰；但以理也被掳到巴比伦。历经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伯沙撒王跟波斯的大利乌王，均在宫中担任要职。先知约利米传达一个重要的预言：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后会回归耶路撒冷。直到波斯王古列占领了巴比伦之后，这个预言实现了。波斯王古列元年，所罗巴伯与约书亚带领49000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神的灵感动古列，让犹太人回去重建圣殿，但是遇到当地人阻挡，在王面前诬告，王就下令停工，于是建殿的工程就停摆了几十年。后来哈该先知与撒迦利亚先知勉励他们：你们会诸事不顺，就是因为你们只做自己的事，但是建造圣殿却没有进度。这些话以色列人听进去了，就开始动工继续建造圣殿。这个举动引来当地长官的关注，说：谁允许你们在这边建造圣殿的？犹太人回答说：是当时候古列王允许的。此时的波斯王大利乌就答应让他们继续建造圣殿。以色列人开始建造圣殿之后，凡事亨通，很快的圣殿就建造完成。第二次的归回是在亚达薛西王年间，以斯拉带领500人回到耶路撒冷，整顿圣民的信仰，用律法训诲以色列人，招聚圣殿服侍的人，带领以色列人认罪悔改，把跟异族联婚的黑名单记下来，并且禁止再跟异族联婚。第3次归回是在亚达薛西王20年，尼希米带领一些以色列人回去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尼希米跟亚达薛西王的关系非常好。有一天，王看尼希米的心情很不好，就问他原因。尼希米就说：我祖先的城耶路撒冷城墙坏掉了，常常都被欺负。王就排除一切万难，让尼希米回去建造城墙。这次也有遇到当地人的阻挡。这段期间，他们一手工作，一手拿着兵器。除了外邦人，犹大的贵族与长官也来阻挡。但是尼希米跟耶和华的关系也非常的好，所以神就让他很快的解决这些困难。只花了52天，城墙就盖好了。哇，52天！亲爱的大家，我们知道吗？从今天的经文到下个礼拜，他持续的祷告到跟王讲有多久？他祷告多久？今天的经文从第5节到第11节，就是对上帝的祷告。祷告多久？才跟九正这个讲说，九正才跟王讲呢？还有他怎么样到底有多久时间他才能够实践这个呢？几天？4个月。从今天的经文到下一个礼拜的经文，我们就可以咱就知影有4个月时间，总是几天起好，52天安尼几杯？祈祷爱几杯？2杯对吧？兄弟姊妹，当咱要做什么时，咱来先祈祷，而且爱祈祷安那，爱祈祷甲真清楚，再来去做。安那，这就是尼希米伊对上帝的认捌，就是这位上帝是掌管万有万有的，伊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伊真知影过去上帝安那来引带伊，将来上帝嘛要继续来引带。伊知影这位上帝是圣洁公义，是守约，是有主爱的。伫伊的一生中间，细汉伊的老爸老母就安尼来教导伊来读出埃及记来，互伊听读什么话啊？咱教定来读这句敢好，请。耶和华啊，这个上帝的中间，之水会亲像你，之水亲像你，只成通阳光，为盐通学老，行出奇事啊！有一个老爸，伊的囡仔对细汉，伊读因翁仔某拢读真济的册，总是伊生出来的囡仔真奇怪，看册看无，安尼合作有啥物？阅读的障碍，是毋？咱才有老师。所以人只要
读1分钟就会当80分，伊读5分钟才40分。咱若有生着安尼的囡仔，咱要安怎？佮即个囡仔虽然即个读册有困难，总是伊安怎？伊真有正直感。伊真知影，若是无公平的代志，伊虽然看有困难，总是伊会晓讲。对伊的行动的过程中间，伊伫教会内面，伊就不断用上帝的话，即个囡仔哦，用上帝的话，人讲伊就听，人讲伊就听。有一遍，伊的爸爸要互交代爱去讲道，因为因拢伫教会中间，总是因爸爸哪会突然无声？就是伊准备好讲唱啊，亲像无输安尼，总是哪会无声？总是即个囡仔安那，伊看有看无？伊看无，总是干那即个囡仔要安那？伊就读互即个，伊就甲囡仔讲：你看，你看，你看。即个囡仔替因爸爸上台，安那讲不下去，毋是袂晓讲，是安那？讲下安那歪落去啊！大家嘛听甲讲，这是囡仔咧讲道哦。兄弟姊妹，这个上帝是信实公义，会记你这个囡仔甲这个老爸，因为咱等下要听因继续因的故事，毋是故事，因的见证。所以新约基督要伫这个中间，因为咱的主是信实的，因为伊听咱，伊知影咱生命中的困难，就亲像遮这个老爸共款。即个囡仔看到无公平的代志，伊就会去讲。亲像老师，伊交作业互老师，老师甲伊讲：你要交互我哦，我也要收啊，毋收吼，爱看我心情啦。我若心情无好，我就无爱甲你收啦。我若心情好，我才要收啦。即个囡仔安那？即个囡仔讲：安尼是无公平，安尼会使也袂使？安尼会使做老师也袂使做老师？会使也袂使？袂使对无？请问梅小姐，你若拄着安尼学生要安怎？因为你袂是安尼老师对无？对啊。所以最主要是老师的情形。即个囡仔安那，马上去甲学校讲校长报告，我的老师是安尼，请问安尼敢对？哇！即个囡仔安那，即个囡仔安那，足有勇气的。伊的老爸看到伊的囡仔。因为伫信仰、伫教会中间受造就，伊知无公平的代志，伊爱讲出来，总是伊袂相拍，伊拢用啥物？伊拢用讲的，伊拢用真和平的方式，甚至伊为伊的老师来祈祷，甚至伊用唱歌，咱知，伊看无好，写袂好势，总是伊啥物足厉害，一支喙，伊足够讲话。我上帝拢互每一人无共款的恩赐，总是上帝会。引带来锻炼，好，所以主会甲咱讲，咱爱遵守的。所以，即个囡仔，即对翁仔某，因即个家庭就是遵守上帝诫命。普通时就带因去传福音。伊的爸爸拄好甲伊的囡仔倒饼，伊的爸爸学问足好，总是安那袂晓讲话，所以因两个搭档拢会定定去传福音。即个囡仔讲传福音，因老爸就。做迄落啥物福音单张，去甲人的店倒，因囝就开始讲安尼吼。即个囡仔吼，伊每一年拢参加啥物短宣队，短宣就是要去困苦的人的，所以伊就是去困苦的所在，足侪所在，伊感觉心内真艰苦。我是安那遮尔好的环境，厝内佫有佣人通好甲因做工课，伊有足好的环境。佫会伫教会找恁去，佫会当受造就。我干那去传福音，热去热一个安尼尔。总是遮个囡仔啥拢无法度得到教育，遮个囡仔哪会拢无法度得到真好的对待？伊心中就囥下即个，讲我要为遮个人来出声。所以伊一生拢毋是一生啦，伊无几岁啦吼，伊就用上帝的话，真侪伊生活中的帮助。当然，上帝嘛管教伊，就亲像管教咱共款。即个囡仔伊嘛足侪缺点啦。啥物缺点？请问厝诶若有佣人会安那？囡仔会安那？贫惰嘛，像讲诶哈，
才了解啦吼。所以伊的老爸人世界的媒体甲伊访问的时阵讲，请问你即个囡仔吼会敢有缺点？伊讲哇，侪咧喏，足侪，其中一项就是伊若转来鞋仔脱了，鞋仔去囥喺倒路中，脱下就做伊走啊，啊叫谁来摕？玛利亚，玛利亚，因爸爸讲袂使，袂使，这就是你的缺点。兄弟姊妹，上帝会用疼来管教咱，咱有罪的所在，咱嘛爱安那爱来认咱的罪。今仔日经文就讲到，即个尼希米，伊安那伊认罪，而且毋是认伊家己的尔，伊认全部的人。兄弟姊妹，伫咱教会中间，你若感觉有啥物所在无拄当、无好势，咱爱头一遍，咱爱头一个想到就是咱爱认咱的罪，咱拢是一体，咱就爱到主的面前，甲主来祈祷，讲主啊，阮得罪你，阮哦，毋是伊哦，敢好？阮做无好势，教会管理无好势，阮主啊，恳求你赦免阮，嘛，互我知影，我要爱安那来做。伫教会中间，咱就是做安尼，希望青少年被造就。伫夏令营中间有足侪的囡仔儿童，嘛有青少年志工伫咱的中间。今年咱特别有教导爱安那，不看见自己，只看见耶稣。所以咱拢无看到咱的面了哈，有无输伫对？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的信仰。咱主，那嘛愿遮的福音的经济，真侪遮的囡仔来引爆遮的囡仔。互遮个囡仔虽然因无伫教会中间，总是因知影主疼因，知影疼会当带来生命中的改变，互生命得到一个起造所以咱接落来就要来看尼希米即个人伊是安那来做。咱来看，有的人讲我拍拼努力就好啊啦，我尽心尽力就好啊。有一边的人讲啊啦，免努力啦，这恨的。安尼敢看有即个即个字的，就是安那只有基督上帝有的人是安那完全无基督上帝。这个走线安尼，咱安尼看有哈。来，有一种人安那自己努力，我做这足多啊！我努力我自己，我不用上帝，我不用求上帝，我努力就好，努力。有无书捌讲过一个新加坡医生的故事，对无？伊少年就去教会，总是伊尾也感觉安那，教会无路用啦。我安那拍拼哈，做一个真好医生着。到尾伊发现癌症，伊肺腺癌，伊才甲主的面前讲：主啊，我得罪你啊！总是伊伫悔改，转到教会时，伊才发现伊人生上幸福是转到教会，迄几个月的时间。伊才甲主来相拄讲：主啊，原来伊分享足济，所以伊伫新加坡即马足济人听伊的见证，虽然伊已经转去甲主的天家，总是伊安那甲伊过去，伊是一个无神论的主义者，伊安那伊甲人分享。总是咱嘛看见有一寡人，特别是少年人，来甲教会拢足虔诚的，来甲教会祈祷，再祈祷，甲因讲明仔载安那8点要甲教会来服侍，总是要讲祈祷上帝帮助我早一点睡觉，早2点、3点、5点才睡觉，6点他帮人爬不起来。这是安那围岛主义，敢若祈祷尔祈祷了就煞不愿意尽自己的能力，毋是，这嘛毋是正经真正的信仰，毋是主要爱咱的。有的人是安那要信主毋信主，哎呀，交代上帝，上帝比我搁较疼阮囝啦，我毋免教啦，我嘛毋免求啦，主掌权，主你掌权就好。这样唯神主义。兄弟姊妹，这拢毋是尼希米嘛，毋是上帝爱咱安尼行的。咱爱安那行？咱爱亲像尼希米，咱哪祈祷，佮哪尽力拍拼，哪祈祷，哪尽力拍拼。咱拄有讲迄个囡仔，伊有阅读的障碍，有书写的障碍，总是伊甲少年的，伊甲14岁的时阵，伊感觉教育足无公平的。伊就要去反抗迄阵的政府，即个囡仔是咧香港，
伊为着安那，伊香港足济的制度对中国大陆来制度，伊足无满意，所以伊要去抗争。因阿爸甲伊讲一句话：，伫信仰内面，你若要去抗争，会使，你册爱互我读，甲我读好，读好，你才使去抗争，再想走上街头去讲你觉得不公义的事情，你才能够有影响力。请问老师，有阅读